有民众反映讲，食中药的效果有限哦。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司是表示讲，健保给付限制中药的药价，影响到药品的浓度。呼吁健保署的给付应该改做一项一项的药品来定价。有中医师嘛建议讲，中药给付的制度若要改革，应该着爱先做讨论，互中医界有共识。 自从新冠疫情过了，传统的中药材用量大幅度增加2成到3成，那成本增加也阁欠优化。但是健保给付中药一工只干那37点，算起来差不多33块3。这互医生伫咧开药的时阵白下白手，就惊讲药若伤贵无够成本，也惊讲药若开落去病人食了无效。不管西医或牙医，其实都有针对每一项材料都有它的计价的方式了。 这样子，医生在看病或民众在健保的一个使用上，不需要去考虑药材的成本。卫生部中医药司司长讲，健保介绍相关的进步，限制药品的浓度，希望健保署自每工定价改做按照项目定价。比如讲，胃肠炎的药啊成本较低，几乎会当调较低的；当前的药啊就调较悬的。个人他专业的一个陈述做法，在健保方面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很多的协商的过程。不过，中医师认为，这卖制度已经实施30几冬，若是要改，爱中医内部有共识。伫咧健保永续经营的考虑下，建议先对癌症一个急冻症开始做，改做按照项目定价，比较符合实际需求。如果对于急重症，我们可以着项的计算药价，就不会说因为医生考虑到药价而用比较这个效率比较不好的一个药物。中药药材的介绍会对着气候变化做波动，亲像酸2组抑个5年这款较贵的中药材，介绍拢比30年前成长3倍。伫第一线的中医师，即个人先提部分的检测费来补贴药价，也正做现阶段中医师共同拄到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